刘大人嘅嗰種也做這材料農耕賺錢咯。假使冇聽錯，潮州人的古典則見清舊，各種利益分批根本輪到外頭，也偏有無缺用嘅菜地出名，長期車掉也變成平常之事咧。我說你講，金山做的一封銀葉農數論，全部都係騙人嘅。看來婆羅族也並非太是個所門嘅安樂之地呀。多年不從，那娘比呀，可是流年生命无恙。蜀中高贵，多典故聪言必大呀，先聪的呀。太后，你有乜嘅辦法？我吧，方才你講七聖公司係乜嘅素材呀？你同意，我團結同鄉人，成立自家嘅鐵風組織，唔但槍能撈各方勢力對抗，也能保護自家嘅利益，撈安全。條家也係家意，叫基本嘅途徑技術老礦工，我哋會講做日本礦工貨司，七聖公司啲呀，就搶我家意人嘅批房共用誒。我吧，米蘭，我想去七聖公司，請五條家，咁做得拜託你兩沙應見。當然做得啦，唔過你條長到婆羅族，那麼哎喲，現代你條熟悉環境，高級嘅爭啲錢，條假。幾超麻煩你咧。用斧梯動熱帶，密氣潤真，草木全部春夏，人事自由休閒，望見天上多重山形，欲求此種神法，思想苦力經營。随缘命力知动情，身为错法自先生。
尤其从所归下葬，今同数列票故中，正天拍摄难相容，两天保卫并高峰。先下属为强，慢下属速在用，践踏两天外出战勇士们，一头来见。这条你是在挑高分呢，太前下背到成班过来破路主打表，要做嘛个360来勤奋打表吧？何怪在跳架要靠下啲南北话，那无两败要唔會損失幾多咧？这两下就会逞强斗狠，冲势轻盈，也无想看呐。那咩个栖身公司强势了南爸爸冲你了鸭子，你条老虎对付冲你，啊简单呢。大家辛苦才見創到嘅錢，平常時為本父母嘅當然同公司正數年頭所以就算了。當然啦，還會拿本數單32000的個水平，已經真單用本元祈福，你根本就生存唔下去了嘛。一下记得这个武力争权统一，层层啰嗦，铁心啊！唔跳架，唔跳架，你们相对南巴瓦转了，用我的门口就躺你妈到安排上啊！我去南爸爸干市长地呀，因辛辛苦苦采来的金矿，全部帮给潮中人抢去买嘞。不過你無得攞幾條兵，兩敗都好，本跳架看到，小可本幾條一時的教訓，那麼幾條空講要愛做拍工咧。南巴瓦嗰邊破落出面向我，金礦優勢，記得做乜嘅客我嚟搶金嘛！前幾日發現啦，南爸爸附近的長白港，米倉下有個太金礦，事情傳出去了後啊，記得就來獻人，那個空工地做的，記得嚴批，此言就用搶嘅。以下嘅兩天就應該以法體為基，為父體奉安天，就交本來太傅。記得係馬啥？記得老年介紹，兩位係爭到婆羅族嘅鄉人，鳳伯太傅，兩位係車商公司5元新頭家。跳架，唐王跳架，德才兼披，鳳伯竟然踢來拜會。拜父就不敢動啦。鳳西唐跳架所講嘅南巴話之事，鳳伯吊達提出一些嘅想法。嘛個想法啊？也竟然受過了解婆羅族嘅體風民情，以愛之見啊！我聽愛呀見，最會呀說啊，可見見因曾告訴，事半功倍甚好見。為其鄉啊人，娘公啊叔啊，你講嘅眼用問唔啲啊？愛你了身份，然後都懂簡單係冇啊？那麼太起卡做嘛搞建立公司啊？唔就為到鞏固勢力。鞏固勢力，佢說留幾多錢啲冇啊？你唔條架講嘅係實話，何況論權論勢，人家英語我用嚟裝別人記得啊！難道除了武力對抗，就冇較好嘅辦法嚟嘅冇？上面就順利當印土公司啦。婆羅族唔但搶係黐身天天嘅，還有太公、西太家會、和順總堂、安度嘅同印公司都啲啊上漲財金啦。嚇！大家都上晒金山波鐵款一筆講，難道那個夢見就冇夢咧？你條張地呀！金
咱俩就无着去呀。对手阿拉神啊，俺的张行里啊。爱弟呢，既然如此，俺就对最基本的技术改良做起。你讲嘅改良係乜嘅意思啊？免字言，以欲所为，求欲所用，有言莫求也。大哥，你偷雞講乜解？只愛方法正確，聽有所變。其實啦，俺只愛改變土蛇殺劍嘅方法，就做得嚟。有咁簡單？你都看啊！游龍刺過乃殺劍，我嚟爭連將殺劍意，用作變自身嘅游龍力，游龍老殺劍，色莫相勸就難辨認。那希望做暗色嘅公盤用，水中途劍來見容易。可是係好方法。亂講，你講做千萬個公盤就好無理，土色沙片看似就無浪費，其中人有嘅插着了。是我中阿姨，反倒留下嘅昂然健，對見你嘛，含款嘛該昂然健康。哼，昂然健都唔掂啊！近來講愛太健康，太何狀，所有嘅望天空，就健康上來見上場，實際地圖嘅望見上有阿條，就像嘅衣服小子來見神童。萬應之神通，可控的劍，可殺的劍，此法非一態，神後世不言乃殺機下。水夢大流輕人力，加水流到殺劍殺殺來兩分離，其中很殺機自信，何必是殺機天然要義，已經出庭公本嘅參出了，參參碰破啊！殺劍啊！俺話講拖劍按球，萬是見過按你嘅方法啦。哈哈哈哈！果然係嚟太過啊！方法，你內幕結構就能想出愛嘅方法，莫非你學過陶劍術？大雕，連見你都冇看過，哪會乜個猜拳啊？連見你都冇看過，還敢老愛講道理？書中自有黃金喎，我係看了此地風景，評價過去所聞嘅史書經典，爭得啲其中道理呀。你老都猜劍難改呀？讀幾本書就曉得係麼啊？你阿媽嘅意思啊？係太過去度量太張羅你講很多。度量太就能成大事，你何必對公公做也嘢啊？唔相信係太過咯。講就不能了，做就冇半天，用再講馬上來啊！太傅，唔條架，愛你方才強過如夢，強面顏亮，然後還望唔條架多多虔誠。唔條架，我哋一下只有基本嘅採劍技術，技國嘅改良，已經做得咯。唔條架，你係選認下個冇見音，殺兄弟所愛用嘅方法，那麼喺呢度試看啊！好啊，我就信你呢一拜。家公，奶雕乜雞都唔會，唔過還會要你我用奶雕嘅方法啊！你少講兩句啦。給你兩年，做乜解來猜婆羅主啊？講來慚愧，啲家因寒窗苦痛，沙中上機智，怎會天定向天白命，來到婆羅主採劍啊！又係嗰條貪腐嘅蠻族狗改。
伤心何所？遨游你啦，人生丰满，万秋天啊！发通神力嘅天地会啊，妙法意爱错梦心，有钱有势嘅看那丈夫，破开托梦困天地。天朝起面开百乡啊，无见银两数百两，何况出身求温饱，民不聊生难脱病。原来还有这种事情。本来就讲得痛苦咧，没想到来到这片生活，很较困难啊！娘哎，你就是冇想也有朝廷帮你的考哦，莫朝天科，记住考自家。考起家。有暗度嘅假应人，你也为生活大病，何不在此开创俺嘅新天地？你嘅意思系？大家那能团结起来，发体为家，就唔会问自家人再所麒麟。我太公在家乡有练武功，为父提封安定，就高本来太傅。你哋没有暗用嘅想法。我哋系真心想爱假义起身，向五条假伸传。太傅，唉，向五条假伸拳。五条家，我看冯白太傅係最近有心，留此身合作，不如咱就答應佢了吧。既然都按你讲嘅，安尼好，你两人对佢每起，假义起身，抬起个强下大兵。向下大兵，英雄头是英雄，从义雄出不自容。努力同心，天生梦。心有燕子觅天高，永会西风西风龙。我吧，跳架，太感动你了。你来得都好家下大人力，大嘅燕子一下有麻烦咧，發生乜嘅事情？你跳出下山來咧。好掂掂嘅，因為突然下山來，欠嘅時間咩忙多咩？原來外婆創業不平錢，難把話嘅篇章結束，一下用我連打呀，也按捺不住的。小氣是難調中意。哎呀，大家首先向命後陣，嗰套下意香港不近些少。呢條架特別到喺從邊花嘅創意嘅叫款兩敗，一間不罷。五條架，長蚊當初，一定係二號一意嘅。相當錯。上天車雕亂款款，
想要到安太旁安慰娘啊！莫炸点炸词嘞，那片喜爱掉老大呀，协议好嘅体计，你就用你碎片冲进来。娘恁个体界啊！我永远无看到有我妈嘅体界啊！你敢看到？无快啊！真正是笑死啦！刘大爷最恼人践踏两体。你哋爱从人，个个都强用，当初就不该相信你哋。老师求中，抢堂爱讲，记掉欺人太甚，不做无任，爱掉也是送书记掉欺负啊！万行我把莫公平，莫公平，处处刁难错自己，错啊自己，义强英勇，สู้气勇，สู้气勇。为父死里显正义，显啊正义。假好心嘛，小平娘，娘能了掉人了，先来为尊，破落体，将我天雄牛皮天用皮皮，这是情动。先来为准，亚中法也轮不到你来讲啊！先上春饮西中事啊，谁做谁好，穷脱啦是满头红娘啊！出到谁话勇士们！2、3年头啊，不啊，全是啊！求中心路，万万不可啊！哎呀，勇士！哎呀！送亲戚挂念，几里你听，数一数年，一波罗族一切安好，金山宝天。人人相处融合，自然是我分